你嘅工作剝奪咗陪伴孩子成長嘅寶貴時刻嗎？你大部分時間都係被壓力重重嘅工作困住，結果只留低好少嘅時間俾身邊最重要嘅人。其實只要揾啱方法，你都可以唔再因為工作錯過孩子嘅成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gel， 係一位喺大學做行政工作嘅香港媽媽，有一位5歲嘅仔仔。以前嘅我因為工作緣故，未能夠親手湊大自己小朋友，工作經常加班，總係參加唔到仔仔學校嘅活動，錯失咗仔仔嘅童年，一直係我心裏邊嘅一個遺憾。直到我遇到呢一個有自動化系統、超完善培訓，仲有導師教練指導嘅網絡事業，唔需要推銷，亦唔使團課，亦都唔需要打攪親戚朋友，就好似見到困境嘅出口一樣啊！身為在職媽媽嘅我呢，只需要用零碎時間去經營呢一個網絡事業，就能夠實現工作同生活嘅平衡，唔再放棄陪伴仔仔嘅時光啦。各位媽媽，呢個網絡事業亦可能就係令你改變現有生活模式嘅機會。6月14號早上10點半有一場廣東話事業說明會，邀請你一齊嚟了解一下呢個事業嘅優勢，同埋點樣令到好似我呢啲平凡嘅媽咪都可以過住理想嘅生活啦。人生太短暫啦，唔好再錯過遇到嘅機會啦，到時見。